Hamilton, American spirit, Swiss precision. 霸王王者駕臨，以祖傳中草藥配方研製出全新專業防脫系列，幫你防脫育髮。全新中草藥津水系列，萬寧獨賣。一批內地供港活豬驗出含有哮喘藥，部分已經流出市面。再有市民注射肉毒桿菌毒素之後懷疑中毒，係近3個月之內第10宗。里約熱內盧奧運聽朝揭幕，香港代表團正式進駐選手村。大家好，我係羅玉文。食安中心係一批供港內地活豬驗出含哮喘藥，涉及嘅活豬大約有320隻，其中40隻已經流出市面，分銷至到27個零售點。食安中心抽驗發現有樣本含有哮喘藥，未出售嘅豬隻全部銷毀，而零售點嘅豬肉就會封存。惠康超級市場表示，已經將懷疑有問題嘅新鮮豬肉下架同埋封存，並且會同供應商同埋食環署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件。顧客可以攜同貨品同埋單據到分店辦理換貨或者係退款手續。再對一個女人喺注射肉毒桿菌之後懷疑中毒，目前情況嚴重，係過去2個幾月之內第10宗嘅情報個案。專家話，肉毒桿菌比起山埃毒100萬倍，使用嘅時候要精準稀釋，否則容易引致中毒。衛生署話，新增嘅個案係一名46歲嘅女人，佢上個月8號到深圳清湖區一個處所，喺面部多處接受5針肉毒桿菌嘅注射。3日之後出現吞咽困難、言語不清、四肢乏力嘅症狀。8月3號到北區醫院求診，臨床診斷為1宗懷疑醫源性肉毒中毒嘅個案。今日轉到威爾斯醫院中毒治療中心接受治療，目前仍然留院，情況嚴重。四肢乏力啦，頸部亦都無力啦。咁佢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吞咽係好困難。咁喺目前嚟講咧，佢係需要插咗一個胃管嚟到餵食啦，即係一條管喺個鼻度放入個胃嗰度嚟餵食啦。衛生署話，肉毒桿菌係目前已知道毒性最強嘅毒素，使用時要精準咁稀釋，注射時濃度稍有差異都有機會引致中毒。毒性比山埃咧係大100萬倍，唔係100倍，係100萬倍啊！咁如果嗰個毒素喺一個注射嘅地方，走咗去身體其他嘅肌肉嘅地方咧，麻痹咗一啲你唔想麻痹嘅肌肉，包括咗喉嚨就影響吞咽困難啦；去咗呼吸嘅肌肉就影響呼吸冇力啊。衛生署由5月底至到8月3號，一共接獲10宗情報嘅個案，當事人全部都係女性，介乎21歲至到47歲。其中2宗喺香港接受注射，其餘8宗就喺深圳同埋廣州注射。除咗新增嘅女病人之外，其餘人士已經出院。衛生署呼籲肉毒桿菌嘅注射程序只應該由註冊醫生處方同埋執行，市民切勿接受來歷不明嘅針劑或無牌人士嘅注射。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有提倡港獨嘅團體夜晚喺金鐘添馬公園集會，大批警員戒備。集會夜晚8點半開始，主辦團體香港民族黨嘅成員喺附近派傳單，多個警員不時巡邏，部分帶同警犬，又搜查部分人嘅隨身物品。警方亦都喺特首辦、龍和道等各個地方加派人手駐守。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就話：今晚會和平集會，長遠希望獨立派可以組黨，唔再停留社運階段。年初一晚旺角暴亂，涉及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同埋黃台仰等10個被告嘅案件，押後至到9月23號，繼續處理移交高等法院審理嘅程序。梁天琦同埋黃台仰等10個被告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進行交付審訊程序，轉介高等法院。控方話需要更多嘅時間處理文件，裁判官批准，並且係將案件押後到下個月23號再處理。各人繼續以原有嘅條件擔保外出。
裁判官亦都批准其中一個被告黃台仰下個月初離開香港，出席比利時一個人權會議。但係黃台仰需要喺離港48個鐘頭之前將行程遞交警方，返香港48個鐘之內要將證件交出。另外現金同埋人事擔保分別15萬同埋10萬蚊，其他保釋條件不變。黃台仰喺庭外話：下個月離開香港，亦都會參觀英國牛津大學，因為大學已經取錄佢修讀2年制嘅哲學證書課程，10月開學。佢話有向校方表明係本土組織嘅發言人，又擔心官司影響學業。今年2月8號夜晚到9號凌晨，旺角一帶發生暴亂，其後多人被捕。控方早前將10個被告合併成新案，並且係修訂佢哋嘅控罪。梁天琦被控2項參與暴動、1項煽動暴動罪。黃台仰被控參與暴動、煽動暴動同埋煽動非法集結，一共3項控罪。其他被告就被控非法集結、襲警等等嘅罪名。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道。一個入境處事務助理員懷疑不滿警方處理年初一旺角暴亂嘅手法，涉嫌網上散播懸紅殺警嘅貼文，同埋誤導警員。案件押後至到下個月預審。30歲被告朱幸之涉嫌今年2月喺社交網站貼文，聲稱有邊一個組織打死一個警察，就捐出1萬蚊俾佢哋。佢後嚟聲稱自己嘅帳戶被黑客入侵，亦都唔係嗰一個貼文嘅作者。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佢係社交網站帳戶持有人，被控1項企圖明知地誤導警務人員罪。案件朝早喺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否認控罪。裁判官將案押後至到下個月19號預審，被告准以500蚊保釋。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一個學生承認販毒，喺高等法院被判監5年4個月。被告陳志銘舊年10月喺九龍城遭到警員截停，警員喺佢嘅環保袋同埋佢看管嘅儲存倉搜出大約值53000蚊，俗稱 K 仔嘅氯胺酮。佢求情時候話家境窮困，由父親墊資學費，唔想加重家庭嘅負擔，先至犯案，每日賺取500蚊嘅報酬。法官指出，被告干犯嘅罪名嚴重。負責管理儲存倉，又稱量同埋包裝毒品，然後送貨收錢。家境困難唔構成減刑嘅因素，判監5年4個月。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開幕禮，香港時間聽朝早舉行。香港代表團早前已經進駐選手村。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就話，李慧詩備戰嘅狀態唔錯。由文宇軒喺里約熱內盧報導。香港代表團出席里約奧運選手村嘅升旗儀式。里約選手村嘅配套多次被批評，有香港運動員就話情況已經有改善㗎啦。第一日嘅時候就係個沖涼個熱水，即係一時又好熱，一時又好凍，但係後尾第2日開始就 OK。備戰方面，單車隊就話一切都喺預期之內。所有香港單車中長距離和短距離的運動員的整體備戰都是在計劃之內，而且那個完成的情況也很好。尤其李慧詩所有的狀態，他目前都是比較正常的。那個訓練的那個完成的那個成功率也很高。他只要表現出自己的訓練水平，不管什麼樣的成績，我們都會滿意。嗱，港隊今屆咧係派出38個運動員出戰9個嘅大項，分別咧就係游泳、田徑、乒乓、羽毛球、高爾夫、賽艇、滑浪風帆、劍擊同埋單車項目。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巴西里約熱內盧報導。休息陣，翻嚟報導。藥物標籤今日開始有新規定，以往標示為毒藥嘅藥物要加新標籤，釋除消費者嘅疑慮。日本東京即日開始試行的士短減長加新措施，起標減價，長途加價。今日嘅黃金飾金價賣出價係港幣14,630。以上資訊係由 JustGo 震金店贊助。互動新聞24小時全天候報導，最快最新。出走異地，忘掉煩憂，投奔夏日懷抱。Expedia.com.hk 特約3日2夜，星期六晚8點 J2。
歐禪白馬王子呈獻，隨時入座。哇，做賊嚟！其他人就失眠啫，我瞓完好似冇瞓過咁啊！瞓得着就唔代表瞓得好嘅，我以前一晚醒幾次添啊！好彩而家有歐禪白馬王子啫。切，按摩椅我都有啦。瞓得着仲要瞓得冧喎，你嗰種得咩？香港人生活壓力咁大啊，坐喺張白馬王子嗰度，俾啲音樂包圍住，再加埋按摩，舒緩到緊張嘅情緒，心理唔放鬆到啊，自然瞓得好咧。喂，你冇腦噶嘛，所以你冇壓力咯。但係成日對住部電話又坐得多，啲肌肉緊晒，梗係瞓得唔好啦。哇！白馬王子由頭按到落 pat pat，仲要貼咗身體嘅曲線按落去，正啊！全身都鬆晒，我而家就想瞓啦，2隻棋就可以揾翻我嘅幸福啦 ！Yes！ 喂，呢個幸福係我㗎，你嘅幸福你自己去爭取。喂，你做咩？快啲買翻張歐禪白馬王子，俾到你身心幸福嘅按摩椅。OSIM。海濱極目完美，優越因我而起，維港星岸。BB 腸胃曳曳壞菌多，扭晒計啊！合生元兒童益生菌加添益生元，平衡腸道微生態。法國原裝進口 ，BB 少生病，媽咪少擔心。Bell's Time。社會發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統計數據，啲數據喺邊度嚟？咪喺你度啦！政府統計處職員會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數據，亦會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資料。啲資料咁重要，根據法例，我哋一定會保密。大家一齊幫手，未來嘅發展至會更好嘅。政府統計調查，支持參與，靠你啦！翻嚟新聞時間，先睇下財經消息。廣汽集團上個月汽車產量同埋銷量都上升，7月產量有近14萬架，按年升2.4%。累計頭7個月就升2.8%，至於7月汽車銷量達到13萬架，升3.6%，累計頭7個月就升2.9%。雅居樂集團上個月預售金額按年升5.7%，至到大約35億人民幣。期內平均預售價達到每平方米9100幾蚊人民幣。累計頭7個月預售金額有320億人民幣，增長3.8%。轉睇下美股嘅最新表現，道指升近150點，標普500指數升緊16點。睇埋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升57點，巴黎股市升65點，德國股市升133點。其他消息，有關藥物標籤法例嘅新修訂今日開始生效。以往標示為毒藥嘅藥物，要寫明係處方藥物或者係監督售賣藥物，釋除消費者嘅疑慮。有啲藥物盒上面有毒藥2個字，市民服食之前有冇擔心過呢？擔心㗎。點解啊？咁佢話毒藥啊嘛，唔知食咗死唔死得咁啊？因為你有毒啊嘛，佢話毒藥咁，就係中國人話毒啊嘛，係梗係驚啦。有藥房都話出售藥物嘅時候被顧客質疑，心理作用就影響好大嘅。反正佢又點解俾毒藥佢食喎？為咗釋除消費者嘅疑慮，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有關藥物標籤部分嘅新修訂即日起生效。
衛生署話，過往標示為毒藥嘅醫生處方藥物，例如係抗抑鬱藥同埋抗凝血藥，要標示為處方藥物；而唔使醫生處方，但係仍然屬於第一步嘅藥物，例如係抗敏感藥同埋抗真菌藥，要標示為監督售賣藥物。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話，過往有大約30%長期病患者會中途停藥，新措施有助減少誤解。好多嗰啲病人呢，因為見到有毒藥呢個字呢，就好驚，以為真係有毒，咁即係長期食呢，就對個身體唔好。佢認為呢啲係有好大嘅副作用同埋有害，咁所以自己停藥。對於已經出廠嘅藥物，藥廠會喺毒藥標籤以外加上新嘅標籤，之後生產嘅藥物就會取消毒藥2個字。署方又話，如果違反相關嘅法例，一經定罪，最高可以監禁2年同埋罰款10萬蚊。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道。柴灣嘉里貨倉向城規會申請改建做骨灰龕場，公眾諮詢期今日結束，城規會下個月底做決定。有區議員擔心龕場會加重區內嘅交通負荷。嘉里貨倉位於柴灣嘅嘉業街，舊年2月向城規會申請改建成為骨灰龕場，9月因為居民反對而撤回計劃，至到12月初業權人再度闖關，但將申請嘅骨灰龕數目由12萬個減至8萬幾個，並且會提供特別巴士同埋船隻服務，認為喺清明同埋重陽節嘅人流高峰期，再加上喺附近實施交通同埋行人管制措施，將唔會對區內嘅交通造成負面影響。城規會暫定喺下個月30號作出決定。如果計劃獲得通過，骨灰龕場預計會喺18年年底投入服務。但區議員話，居民仍然擔心交通嘅問題。最緊要就係嗰個交通流量啦。嘉里因為呢個嘉業街係一條好窄嘅單程路嘅啫。如果將來做咗骨灰龕嘅話呢，嗰啲車嘅流量更加多，使到我哋一啲嘅居民咧係受影響。除咗廠戶之外，小西灣裏邊嘅居民啦，整個柴灣以東嘅地方係會癱瘓嘅。食環署係有4萬到5萬個龕位每一年需求。咁呢個咁嘅需求係點樣去應付咧？咁呢個政府要搞噶嘛？角度嚟講咧，係一定要有個條件，就係搞掂個交通問題。嘉里回應話：喺落實項目嘅過程入面，佢哋會繼續聆聽各方嘅意見。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一架貨機喺意大利米蘭附近機場降落之後衝出跑道，冇人受傷，機場一度要關閉。貨機衝出跑道之後撞毀欄杆，幾乎鏟上附近一條馬路，機頭位置毀爛，駕駛艙旁邊嘅充氣滑梯打開。工作人員事後清理現場，吊起其中一個嘅引擎，損毀嚴重。呢一架由匈牙利一間航空公司營運嘅波音737貨機，由法國戴高樂機場起飛。星期五清晨降落意大利米蘭東北部貝爾加莫機場嘅時候出事，據報當時落大雨。受事故影響，機場一度關閉超過2個鐘，15班機要取消。日皇明仁確定下個星期一就生前退位嘅意願發表電視講話，民調顯示超過80%嘅受訪者接受日皇生前退位。日皇明仁就生前退位表達意向嘅日子敲定喺今個月8號，即係下星期一。到時明仁當日下晝3點會發表預先錄製嘅電視講話，揀選喺8號發表講話。據報係要避開6號同9號嘅廣島同長崎原爆週年紀念。首相官邸消息透露，首相安倍晉三隨後亦都會發表講話，就日皇生前退位嘅意願表達政府立場。82歲嘅明仁經歷前列腺癌同心臟手術之後，自覺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產生退位嘅念頭。但由於現行規定皇室制度嘅皇室典範，冇針對生前退位嘅條文。明仁若果想退位，必須先修改有關法律。日皇表達意願之後，日本政府日後會按民意推動討論修改皇室典範。根據共同社最新民調顯示，85%受訪者話可以接受日皇生前退位，支持者喺各年齡層都佔超過80%。無線電視記者彭藝思報導。日本的士收費昂貴，但係走之前都要諗一諗㗎。國土交通省今日開始喺東京試行的士起標減價，希望測試價格下調對吸引短途客係咪有幫助。
炎炎夏日，唔少老人家同遊客出街都中意用的士代步，避免行到身水身汗。國土交通省應的士業界申請，當地星期五開始喺東京試行的士起標減價，20幾間公司約40架的士參與計劃。喺新宿站、淺草站、新橋站同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等地接載乘客。起標價由原本頭2公里730日元，即係大約港紙54蚊，減到頭1.05公里410日元，即係大約港紙30蚊。之後每行駛237米收費80日元，1公里內嘅短途路程收費比調整前下調近47%。而車程2公里或以上嘅會比現行車費高，即係所謂短減長加。有東京市民表示歡迎。I only take taxis for short distances, so it works out better for me. 試驗計劃持續到9月中，國土交通省之後會檢討計劃可唔可以吸引更多短途客，預計年底前決定係咪全面調整車費。無線電視記者馬慧珊報導。奧運男子足球賽事展開 ，A 組首輪東道主巴西賽和南非。由巴塞羅那球星尼馬領軍，黃衫嘅巴西分組賽首場迎戰南非。呢一支實力較強嘅東道主係全場攻勢較多嘅一隊。開賽初段先有泰亞高美亞呢一腳遠射，不過偏離咗目標。個隊長尼馬呢一腳就有威脅得多。南非今場唔使輸，門將法貝利可以話功勞最大。佢之後再次救出尼馬嘅勁射。背負住主場球迷期望，巴西換邊之後繼續採取主動，喺69分鐘出現黃金機會。只可惜被啱啱落實加盟曼城嘅加比爾捷西斯嘥咗。隨住補時階段，尼馬呢一腳射門被門將沒收，巴西始終未能夠取得入球，以0-0賽和南非。奧運男足呢一日一共上演8場賽事，揭幕戰係同組另一場伊拉克對丹麥。兩隊上半場都炮製咗唔少嘅攻門，紅衫嘅丹麥有尼爾遜嘅勁射被擋出。伊拉克就有亞里卡謙嘅罰球，但係同樣過唔到門將。今場表現活躍嘅亞里卡謙下半場再獲得罰球機會，但係呢一球就射得太正宗。呢一場雙方結果同樣互交白卷 ，A 組4隊同得1分。無線電視記者楊浩然報道。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聽日日間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嘅西南風。展望隨後1、2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下個星期中期驟雨會增多。而家29度，相對濕度84%。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介乎低至中。休息翻嚟有其他消息，轉頭見。世界城市天氣預報係由美國康寧餐具贊助播映。聽日奧運正式開幕，矚目盛事 ，TVB 全程投入，直送每個震撼人心嘅時刻。我哋會喺里約將場內場外所有狂熱氣氛，第一時間帶俾大家。
我哋會駐守香港，邀請一眾紅星好友，開心熱鬧迎接歡迎時刻，陪你直擊開幕盛典，仲有專業評述、細緻分析每個奧運照片。里約奧運2016開幕典禮，聽日上午6點，翡翠台現場直播。黎耀祥開戶係咪唔使俾傭㗎？係啊。係咪唔使俾息㗎？冇錯啊。仲有冇嘢送啊？仲有送你2張戲飛添。哇，咁着數！仲諗？快啲嚟耀才開戶啦！上集我哋講到俄羅斯想將波羅的海嘅飛地加里寧格勒發展成另一個香港，計劃推出20年，成績係點呢？俄羅斯香港人口100萬，靠製造業、農業支撐，同主打金融、物流業嘅香港唔同。加里寧格勒嘅經濟特區零關稅，港口每年處理最少800萬噸貨櫃。舊年進出口貿易額同香港有距離，稅務優惠吸引國內外投資。呢度係俄羅斯家私、電視機同罐頭食品嘅生產基地。南韓同德國車廠亦都嚟設廠。人均生產總值方面，加里舊年係香港嘅大約1成。歐美制裁俄羅斯，加里經濟放慢，通脹上升。努力咗咁耐，呢度嘅發展水平超越俄羅斯唔少城市，仍然未追到香港或者波羅的海國家。呢10多年，莫斯科多次改變對加里嘅政策，佢哋有時忽略咗呢度嘅實際情況，所以一直未達到香港嘅水平。市長嘅上司州長就認為可以學習，但唔好抄襲。我哋唔要複製香港，我哋只係要同樣成功。我哋咧喺歐洲嘅中心衡量發展水平嘅時候，應該用歐洲國家嘅標準，而唔係同香港嚟比嘅。加里寧格勒正研究發展新市鎮同金融中心，爭取港商投資。有歷史學家用一句話形容香港計劃： Just staying in the level of the dream。革命尚未成功，加里又有新挑戰。自從克里米亞落入俄羅斯手中，成為俄國另一個飛地，唔少加里人不滿好多原本屬於佢哋嘅建設同投資轉到克里米亞。加里擔心做唔成香港，又再失寵。獅王休足時間呈現世界零距離3，係由獅王休足時間清涼足貼特約播映。玩到攰，企到攰，行到攰，係時候俾對腳休息下啦。休足時間清涼足貼幫我貼走雙腳疲累。要雙腳舒服嘅時間就係休足時間。英倫復古風，儲物待客都輕鬆。善用簡約素色，空間大增唔會逼。雅蘭床褥特約安樂窩，星期日晚8點 J2。專省假期，帶你展開澳洲新西蘭假期。於塔斯曼尼亞乘小型飛機飛越酒杯灣，更一嘗長於潔淨海水嘅新鮮生蠔。乘直升機俯瞰新西蘭2大冰川，及乘橡皮船欣賞冰川面貌。歡迎與專省假期聯絡。我一生嘅幸福都全靠你，要維持幸福，健康係最重要。最好嘅選擇當然要天然純正。澳至尊健康食品，澳洲原裝生產，10幾年嚟獲得無數專業認證同獎項，絕對係健康食品嘅權威。澳至尊健康食品匯聚澳洲最珍貴嘅天然資源，守護健康，澳至尊。渣打送1億亞洲萬里通里數俾大家，開戶保證有得分。全新優先理財客戶以港幣100萬開戶，保證分到最少15000里數，再享45000里數迎新禮遇。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依家成功推薦每位優先理財新客戶，可享高達2萬里數添。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點變都好，我始終係我。
了解自己嘅 DNA 健康密碼，知道應該食啲咩，做咩運動，為自己做最啱嘅選擇。黎寶城擁有保障，同時擁抱健康。投保指定健康保障可獲贈營養基因測試。英國寶城。英之戀天絲布隱形面膜採用優質天絲布材，每片平均厚度只係0.2 mm， 能夠完美貼合臉部輪廓，加倍透薄滲透。英之戀面膜係國際中華小姐大會選定護膚產品，今日體驗價2件75折，屈臣氏獨家發售。即日起喺各大指定商戶購買戀之系列 Sexy Look KB Cos 產品滿50蚊，就可以參加戀之盛夏分分賞。頭獎有韓國商人旅遊套票，仲有其他豐富獎品，總值超過40萬㗎！快啲登入我哋嘅 Facebook 了解。